成你在里天，那么那个时候的 promise， 对不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使命啊，有个 mission， 但是到最后面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大家喜欢礼物吗？喜欢。可是不修行菩萨说过啊，挫折、打击、伤痛是上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这样以后知道没？所以一定要喜欢礼物，知道没？所以你要喜欢挫折，喜欢什么？打击，喜欢什么？伤痛。以后你像稍微转个念，你就有挫折。I love it, I love it。我好喜欢，我热爱挫折，热爱打击，热爱伤痛。你勇敢的去面对嘛？你为什么一直像鸵鸟的一个心态，一直在逃避呢？所以呢，又是慈悲喜舍、无量心、时常微笑，你都知道一些人际沟通的要领，然后善用激励方法。压力加激励就可以变成转化迈向成功的动力。所以呢，有压力一来了，有挫折，有打击，有伤痛了，激励，我是最优秀的，我是最棒的。所以每一天，各位前贤、各位同学，晚上睡觉之前要给自己激励，知道没有？要怀着感恩的心睡觉。你不要超连结到负面的，一直衰哦、死哦、落哦、苦哦、惨哦、病哦，我会发气哦。你咧困，你那困了以后，你会拼心啊，以后你有话我跟你讲的，搞不好会叫济公老师见卡成，对啊。这个徒儿身担大任，一看吸收的都是负能量，那你怎么能够成就呢？你不知道你的心灵那个深处吗？所以你的潜人是无穷的，可是你只要是负面的思维，那些能量就没有办法激发出来。所以你一定要时常给鼓励啊！因为后学在一个成功大学教书了27年，所以呢，时常跟那些成功大学的就会说这一句话，来跟着后学念：成人之美，功德圆满，这才叫做成功。现在你知道有多少高学历、高学士的，都是想要成就自己，功成名就。你问哪一个博士，成功大学的博士，他是希望自己赶快混毕业，在我的前面说混毕业，成就自己哦，赶快毕业哦，然后功成名就哦，这怎么叫做成功呢？如果只有自己好，你只是一个治疗班，一个 team， 尤其我们现在是团队，只有你好，其他的都不好。你觉得业绩会好吗？你觉得效能会好吗？因为只有你好。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要传承。你知道我们班务组的，你要培训到你这个讲师培训出来的后学都比你讲得好。我现在是多么希望有人，就是说后学的学弟可以到最后面超越后学，就是在演讲的功力。各方面的功力都超越后学，后学也可以怎么样？水涨的嘛，所以后学在台南那地方培养了3个，现在只要他一出现，后学只要是没有时间演讲，后学就会 call 他。江建新、江修，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一下，他的口气，他的布袋戏口气，他的演讲的风格，几乎把我干掉了。因为他比我还年轻10几岁，所以呢，他的口气你会听不出来是我还是他，因为他模仿的太像。所以你要了解到，你上网去搜寻一下江建群，还有坤道的，我是说坤道的不要学我，学太像。优秀，优秀。有时候这个坤道不太需要这样子。所以呢，你要了解到了，你训练出来、你培训出来的后学，他的德性、他的一些才德智、全部都比你优秀，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道场的未来。如果一代不如一代呢？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人家的别的一些的宗教团体是一直提升的，人家是用他们的资源呢送他到美国，送他们到法国，然后呢去拿博士去深造，回来了以后走国际化、多元化。可是我们呢？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了，不要只是自己好就好，我们要看到未来。你说的宝光的某一个主线的，点传师全部清修，35岁，你看人家已经培养了多久了？全部一律清修，然后呢，全部35岁，就是这样子，已经培养了10几年了，就好像是在训练三才一样。人家的点传师是这样子，他高瞻远瞩。所以或者是叫成就别人，知道没有？成人之美就是成就别人，不要只是成就自己而已。我们一心我为什么？人为我，到最后面功德圆满，圆满是最大的功德。念一次。你来到了正和，等一下呢，那么我们要把它安坐啦。你看，或许随便举一个例子，等一下有重大的活动，很多老点传师又来了，要来了，哇，那边怎么脏呢？这个东西怎么没有就位呢？哎，各位，这是谁负责的？谁负责的？赶快 call 他过来，立马拜托了 ，call 他过来，人家老点传师都到了。你自己不会 Q 开哟，你自己不会把它就位哟，然后呢，秋后还在算账，所以你要了解到了，把它圆满掉，然后人家说，哎，那个地方呢，谁把它弄得这么整齐，这么规矩、漂亮、庄严呢？哇，这一边的资深点传师调查了8年，还是调查不出来，因为这里都没有监视器。你可以发觉到圆满才是最大的功德嘞，因为你是在默默的行善，你绝对不是在邀功。隔天的以后说呢，哎，庄女安生，你知道昨天这个是谁做的吗？要不是有后求，我太有出糗了，谢谢我。下一次大场合你要颁感谢状给我，因为实际上要看推。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圆满吗？那个老天都在看着呀。你以为点传师没看到，但是监视器都在看呐。以前后学的论文、博士的论文是乱好几10亿的资料呢，一个工厂是几10亿笔资料呢。那么在明明上帝那一边，整个对于人类才70几亿笔呀。所以你了解到了，整个在模拟，我们是几10亿笔在乱呢，要求最佳化。我告诉各位，今天30秒答案就求出来。那你呢？我们人类才70几亿笔呀，然后老母也不需要有密码，因为它是他创造的。而你看到这个地方正额最高的还需要密码吗？所以你要了解到了，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只要上帝一跟我们超连结，就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真的，一想就想到什么？没有，show up， 马上乱出来了。成人之美嘛，功德圆满，成就，大家一起成就嘛。我为人人为我嘛。你看看济公老师又批了什么叫做真善美？我们念一次来，真心付出，善尽职责，善行。美化人生美德，都有智慧。你要如何成就真善美的人生？我们现在在我们自己道场上面的职位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真心付出吗？你来这个地方听课，你真的有真心在听吗？如果有真心跟虚心假意，10条大愿，对不对？诚心什么报受？看看你有没有诚心。有没有真心在对待你四周围的人？你这个职位，你有没有善尽职责，当着应当尽的责任？所以呢，你就可以美化人生了。你的人生，哇 ，beautiful， 庄严。你庄严这个整个世界，其实要先从你的庄严人心开始。所以你的心尽则国土尽。
你的心只要清净，你转到哪里去，你成就出来的国土都是庄严的，都是清净的，就是心净美，物物皆美，这就是真心善行美德啊，是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了，有一些人呢，那只是一个表面吗？你看看人家要成功达成自己的梦想，他是怎么做的？来，声音，没有声音。这个品质不应该是这样子的硬体所呈现的。上面有人吗？有了吗？修正一下 ，please。你看他慢慢一直成就，锲而不舍，锲而不舍。他的妈妈也老了。起来是不是？
一个栏落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在印度。Hey, what's up, guys? It's Danny Santa Monica. I want to know if people will act differently if they know they're on camera. I'm going to interview people, asking if they help the homeless people, and if they say yes, I have an actor acting homeless a couple hundred feet away from my interview. And let's see if people act differently when they're not on camera. Would you help people who, like in the street, or people who need help? You see them, would you ever help them, or you wouldn't help them? Do you mean like homeless? Yeah, only going up to people, would you help them? Yes. I wouldn't give it a person, like money. So if you see a homeless person and he says he's hungry, you will like just maybe buy some food and give it to him. Yeah. I've never done it, but yeah, I would. If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to use somebody who needs help, would you ever help them, or do you like you can? Well, if it's a capacity that I can, yeah, of course. I've done it. I've done it. Yes. Because it's generally the right thing. Yeah, I think that, everyone has a low point in their life, so you can do something to pick someone up. It's a good idea. In a society, some people are rich, some people are poor, and some people are homeless. If you see people like你看这几位都说可以的，就这样走过去了。你看这一对也又走过去了，都说会。你看这一对情侣刚开始不是说会吗？也是走过去了。他们假装没看到。只有这一对。机会教育。说到做到。The guy right there is actually my actor. So we're actually doing a social experiment. What would you thought when you saw it? You don't know the full story. He's sitting there and has a sign hungry, and he's hungry, and I see you gave the money to him and he gave it to the homeless guy. I know he's a teen,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him to feel that Garfield has a lot of biases and a lot of judgments. We just have to break the barriers, because the more you do it, the easier it is, and then people around you will usually, stop and come to us. So they actually the whole day you're the first one to actually help with little kids here. I have some money here and I just want to think maybe no, take it. Because I just heard your story and that's really amazing. I want to kind of show people like if you help people, you get rewards. Take it. Start doing that little kids and take it. This is it. I think it's more reward, you help people, people help you. No, it's okay. It's alright.
Say less, do more， 不要说的太多。我们现在的讲师有时候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说的很多，爸爸妈妈也说的很多，可是到时候你看所做出来的，让四周围的晚辈失望。你看刚才的这一对妈妈，你看机会教育多棒啊！你说呢？我现在在座也没人看到，摄影机在对准。但是现在我们在人世间呢，老母的摄影机在对准这个。最后你给人家的也许呢，那么也许一点点，但是我告诉你，老母给你的会更多。了解意思了吗？那一个制作单位的，他给这一位妈妈吓到了，知道没有？因为很厚。吓到了，不用，应该的。可是我告诉你，以后老母给你的会几千倍、几万倍，因为最懂你的神，世间上面最懂你的神是谁？他会给你1000倍，他会给你10000倍，了解意思吗？就是跟这个实验刚好 match。但是你看看有一些人就可以呀，没看到。所以后学一直跟一些大学生讲，因为有一些女同学问后学说：“教授，我怎么知道我这个男朋友我可以依赖他一辈子？”我说 ：“easy， 你只要呢引导你的男朋友走过有游民的地方，不要客气。以前在台南前火车站一出来就有地下道，那里面有很多游民。我说呢，你就引导他经过游民，快要经过的时候，只剩下了大概半公尺的时候，你就稍微退一下。小华，那一边有游民，有吗？有吗？没有啊。你躲吧，那里的没有。其实你刚才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了，这一种人不需要再跟他一起相处。然后呢，有一次推一推的时候，很可怜，可怜必有可恨，再见。我跟你讲，我归纳出来就是有这一些答案。第三种人也不需要跟他继续拍拖。第三种人是说：“哇，好可怜，我来看看我有没有钱。哎呦，我只有1000块，他又没得涨。他其实有零钱，他故意抓1000块给自己的女朋友看。”然后说他又没得涨。我跟你讲啊，那边有游民，唰1秒钟而已，就是1秒钟可以搞定一个人内在的心灵能量。你也可以刺激啊，你刺激你的后学啊，你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怎么做啊？你以为以前的前辈在大陆的时候，面对那一些共产党的时候，如何顶劫救世吗？只有1秒，你可以不可以？你如果不开灾破剑，你就是死。我就是不开灾，枪杆子拿着，对准自己，帮他扣扳机，这样知道没有？因为对方不敢扣扳机，这个就是乡村的大德者。我怎么可以扣扳机？但是又爱在命令。你少那一些点传师吗？是多么的舍身办道，忘掉 forgot 自己的生命。你既然要执行，没关系，你只是奉命来对准我的胸膛，因为这样一枪就可以毙命。你不敢扣，我帮你扣，啪，就这样离开了，就像封神榜一样，就啪就当先，就当了1秒而已。你有时候做一些的决策，只是1秒而已。但是这1秒就可以看你生命状态的能量。你平时的修行，其实就是在于积存你的能量。你来这个地方就像卤味锅嘛，你来到了佛堂，来到了道场，就是在卤味锅里面。你知道以前我们在台南，我们去素食的卤味，都是一个单亲妈妈那一边，那长期经营只是一个卤味，她可以呢盖透天房子给她的孩子。你卖东西不用卖的太多了，他就一门深入叫做祖传的秘方。
我回家，我们有伙食团，有佛堂啊，自己本身嘛，应该就简单的哦，弄几步，那味就是咸一听。我那馋嘴呢，他又加了什么味道？是他汗的味道哟，妈妈的味道嘛，那给他加来加去，你就是要去加伊的。我们来到佛堂，不就是卤味锅吗？你把这一些素料啦、豆腐啦、海带啦，碰上来对肉嘛。祖传的，你知道我们这边就是有圣贤的秘方。我们尧舜禹汤、我们五周公的秘方就是在那边，我们有新传的嘛，我们有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嘛，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卤味锅里面在卤嘛，浸泡久了你就出味了。你现在泡的是什么？在圣贤锅里面，那个卤味锅里面这样泡1个小时，又到还夫蜀子锅泡1个礼拜，又泡圣贤锅又1个小时，又泡。这一起在冲起来，一起在出条秘密，一直在出条秘密，听得懂同学的意思吗？我们有时候就是凡夫俗子的锅，整天都是站在那一边泡，贪嗔痴，很多元素在里面，我慢杠高。你就在那边一直浸泡嘛，然后偶尔来我们佛堂你要泡一下三纲五常哦，五伦八德哦。哎呀，所以你看嘛，你朋友之间、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信啊、信道啊，兄弟之间也没有听到，不然那一个富翁为什么会有3个兄弟死掉呢？知道没有？3个好家人拢一来一去，一来一去呢。3个兄弟死掉呢，拜托，老四把老2、老3打死，自己自杀，弄一来一去，你留给子孙那么多钱干嘛呢？为什么不留给子孙德性呢？留德嘛，所以现在才有刘德华嘛，知道没有？像花一样的漂亮芬芳嘛。可是我们现在呢，都留给子孙这一些的钱财，让子孙为了这一些遗产，修饼不能开枪嘛。兄弟之间没剃到，对爸爸妈妈没孝道，还得去不出味嘛。那个味出不了，因为没到位嘛。你几粒刚没有到那个位置，没有到那个圣贤锅里面去，我会到那个位置，到那个位。就没有到的味道嘛，没有到位，你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有味道嘛。了解后学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尽量啊。那上一次的时候已经跟各位填写一个领导者，大家念一次来，后学就不解释了。少年隐忍的没破的，单单纯纯的赤子心，包容万千的宰相度。有为有守的英雄胆，勤劳敏捷的兔子腿，或许不用解释了，这些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就是你们回去以后要执行 ，exist 就是执行，叫对头，了解吗？不要只是下载，你真的就是来哦，妈妈帮你按摩，妈妈我帮你洗碗哦，我帮你洗哦，不要小花哦。妈妈要出去正和哦，来哦，帮妈妈洗碗。又是我，啊，不叫兄弟啊，不叫兄妹，实在有够衰。这个东西就是在还夫锅泡太久了，知道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教育嘛，你要去执行它嘛，你能够包容万千吗？你能够真的单单纯纯的听话照办吗？还是呢又跟长辈在 argue 呢？我认为 I think I thought。你在挨什么挨？你的火象太重了吧？你看呢，有为有守的英雄吗？气度吗？骨气吗？承担顶节就是吗？对，磨来磨斩，腰来腰斧。所以呢，上一次有跟各位前言说，我们再念一次来，头脑要清楚，脸要笑，嘴要甜。心要宽，度量要大，腰要弯，手脚要，你成功了，不要做到才成功。那你只是背起来，大家都很会背，但是有什么意思呢？好，再来念一次，这个上次也说过了，做人
要有品德，做事要有品质，生活要有品味。各位前贤，我们在办道的时候，你知道那个 quality 那个品质是多么的重要吗？因为现在人家都是看着我们，嘿食菜，你看嘛，嘿就是食菜，惨嘛你，食菜安怎？你看嘛，你食菜，你看你读册食菜，又会参考隔壁，好不好？不是作弊，不是作弊，我只是参考隔壁。哇，你讲人家不会跟你来佛堂。你的言行举止就是没有办法当人家的标杆跟模范，人家从你的身上看不出来你是一个有修养者。为什么一个有修养者的丈夫回来跟我这个太太都是这样子？那一种口气，大男人的主义，这样子怎么叫做一个修行的讲师呢？哎，小黄，你多久怎么都没有出来参加青少年班了？我这个 uncle 蔡连环是很想念你，好想你呢，小黄。后才不去道场。你看看我那一个资深讲师的爸爸，只是会讲而已，后口沫横飞，义勇今年。开什么玩笑？回来了以后都给我揍，不是，都揍我，拢搞我修理。你们会吗？你们回到家了以后累了，看到你的孩子、你的儿女都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做，作业没写得好，你会不会？你会不会？你觉得他还要来青少年班吗？你觉得他以后还会在道场上吗？看过了，觉得爸爸妈妈不配，你知道吗？我看过了多少点环师的儿子，就是不在道场，就是这样的。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不可以有病毒，因为大家呢都是呢看着你，你的品质要比别人更好。你要当你孩子，孩子也是众生，孩子也是众生呢。可是你为什么都是在外面在度化那一些众生，你就是没有度化自己这个孩子众生呢？你的表现呢？我看太多了，或许求道已经40年以上，看太多了。这一些小孩子为什么最后对道场失望？归根究底，就是爸爸妈妈没有做好以身试道，品质做事的品质不够好。生活没品味，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泡茶，你是牛饮还是在品茶？真的牛饮跟品茶4个字完全不一样，所以境界是不一样的。嘿，牛饮起来你滚了，滚，那就落去了。人家说呢，那一泡茶好不好？啊，那是茶，你看推的，你这么茶。那是1斤5000块呢，因为你是呢贵宾特地来跟你分享的，你讲那是茶哦。下一次就用1斤50块的来互动。品茶你再给我牛饮，所以呢喝下去要小口，虽然你的嘴巴很大，可是你还是要小口，用舌头推到左边，推到右边，绕一圈。然后呢，把那一个小口的茶放在你的舌头底下，你去感觉那个茶，那种回甘，活在当下，活在当下，那是一个禅的境界。我们时常都活在过去，活在未来，然后我们吃着饭都在想着，等一下呢，那一堂课要怎么讲呢？我还时间才太快哦，我备课还没备完哦。一边吃着饭，喝着茶，我又想着啊，这个人要怎么成全呢？你觉得这么多的关爱，上天怎么跟你超连结？你知道后学有时候像上一次一样，其实后学回去，上一次回去随身等一查，马上就叫到后学的答案。可是为什么这一边就一直找不出来呢？所以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让后学没有 PPT 打，跟你们讲。对不对？有时候就是这样，你看到他静下来，你不要去执着，我一定要讲什么，无敌也无末一之以彼。有时候你就会超连结到啊，老天啊，
那个仙佛护法神啊，他都会给你加持啊。这个应该要奖赏啊，不要用原来的版本啦。应该说是灵光我知道了。那讲出来了，我说 yes 啊，去，看。所以呢，你要放下，你要懂得放下。生活要有品味，要停，要听，要看。你要品味你的人生，就像品茶一样，你要感觉它的回甘，不要累到后面，身体也不见了。然后呢，什么渡人啊，也渡得乱七八糟，办事儿一点点的业绩都没有，这怎么是我们要的呢？跟着候选人创造。好，这一辈子你就是要创造被利用的价值。你透过了每一分每一秒，你不断的做一些的提升。所以呢，后学在成功大学，或者是现在在环游地球的环球科技大学，校长呢都会告诉后学，不好意思了，蔡教授又要利用你了。因为又要去到高中职招生了，请你到马来西亚一趟，请你到印尼雅加达一下，因为我们也要跟高中职的做一些生命教育，那么顺便呢邀他来环球来成大读书。不好意思，蔡教授又利用你了。我的校长没关系，请都用。我跟你讲，你在一个地方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也是我告诉你，就是 fired， 就是该离开的时候。你在人世间就是没有利用的价值了，你也感觉到一无是处。你知道以前呢，我们在金门当排长，战备粮是2年，因为那时候居安思危，也许对岸的会把金门困住，至少粮食可以供应2年。所以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吃的都是2年前的呢，还必东西能理解呢。1年前的你知道厨师多么辛苦，先挑米虫，知道没有？米虫。如果我们在这世间上面一点利用的价值的，就是吃米的虫，知道没有？那你在这世间干什么？老天就是说米虫去掉吧，就好像你在拍切啊咁款嘛，迄拢是米糠。迄拢是米坑啊！你是在创啥子弄掉？古风都给它吹掉了嘛？你该是离开世间的时候，因为你在这世间上没有被利用的价值了。每天要创造，每天要提升功能。所以你看蜜蜂跟蚊子，或者写在那，你看人家蜜蜂养蜂的人喜欢蜜蜂，因为到最后面呢，可以成就什么蜂蜜。可是蚊子好细。一个人见人爱，一个人见人厌，差别在哪里？不是在看你一天当中你忙多少时间。就好像呢有一些禅师你整个暑假你诵了多少部经典啊？我诵了《楞严经》，我诵了《法华经》好几部。How about you？ 你呢？我只诵一个字，叫做心。人家会诵经的，就是诵到了根本去，不是在比赛。我今天呢办了多少的佛事天事，是搬出来了多少的价值，你创造了多少的价值，你感动了多少的人，你这一天就没白过了。不是看你忙多久，不是看你活多久。你看看黄金跟泥土，你看看那黄金金光强强棍，水气慢掉。瞧不起隔壁的一堆泥土，你噗噗啊噗噗，你灰灰个尿尿，一文不值，还站在我的旁边。他说对不起，我真的比起你来的时候差太多了，我真的差太多了。我相信见水 ，but 但是，你知道你只要在我的身上种一颗种子，你知道一本什么？万利，可以成就上千上万的果实。我可以孕育万物，我其貌不扬，但是透过我可以成就很多人类需要的植物，我来供应它们。你黄金也是金属，你不知道金属都是土生金的吗？还不说声谢谢？没有土哪有金属？你嘛拜托的好不好？是啊，
我们不是在比赛看谁比较帅，看谁的身世家世比较好，是看谁可以孕育创造价值，不是在看你在道场上面啊，你要几天干话来哦，就在那边吃水果，所以就是在那边晃啊晃啊晃啊，没有意义。你应该了解到的，晚上回去的时候，你自己思考一下，你今天创造多少价值。再练第二句话，给他们你当下最需要。你已经说了，蔡教授、蔡经理，你是不是错了？应该给他人他当下最需要的。是，一个贴心的人应该是给对方他当下最需要的。But 你尽量也要给对方你自己最需要的。比如说，你把这一个公式呢，这一个金元意义，你好好的去活用。你现在需要爱，你现在觉得很寂寞，你需要爱，你就给别人什么爱？你现在呢需要别人的关怀，你就先给别人什么关怀？叫什么？经理，我现在需要钱，所以就尽量的给别人，那你就有救了。你知道你为什么迫切的需要钱吗？因为你前世根本没有耕耘，你没有播种，所以你这一辈子在以前的因没有布施的情况之下，你当然比别人更没有钱，了解意思吗？那只是一个果报而已。为什么我这一辈子就寂寞？为什么我这一辈子没有能源？因为你前辈子没有关怀过别人啊，你没有去广结善缘吗？所以你这辈子就开始吧，广结善缘吧。所以呢，播下金钱的种子，那就是布施钱，播下金钱的种子，一人的心坎当中，到最后面就可以开出金钱的果报，知道吗？不要去追钱，让钱什么追你，就是如此而已。所以上一次跟大家讲花落婚欢蝴蝶什么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一些人，那么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哎呀，你看一下呢，最近，或许大概每一天都要看一次这一段。因為真係我可能我生活
家人需要你的，到底是你的物质生活，还是你的精神关怀？请你千万别说你有钱，以后王思聪家财万贯，足以各国绝色佳人，这一番后宫甄嬛传不断上演，是情妇一个人真心相伴，还是孩童们过家家的欢乐相亲？千万别说你有钱，你是万人瞩目的大人物，还是只小的小人，请不能让这个约恒世界超qua你内心的永久安然。千万别说你有钱。是财经频道的知名主持人柯成刚被解放带走后，那些他口中的民友朋友，有谁站出来替他说话，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你是否也曾不可一世地呵护过自己的人脉圈子？千万别说你有钱。当你来名牌服饰跟别人盲目攀比的时候，当你在价格昂贵的商场柜台前流连忘返的时候，你可知道，父亲为了省下1元公交钱，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母亲为了多攒几毛钱，每次捡起别人喝剩的空饮料瓶。千万别说你有钱。当你在外面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时候，是否还记得当年他同我家人反对，与一无所有的你，挤在那间只放得下一张床的小平房内，打拼未来？是否还记得那一年与朋友把酒言欢，你当着众人的面发誓要让他过上好日子？难道如今让他不受红发，宁愿和别人寒暄半天，也不愿对他嘘寒问暖，就是你口中所谓的好日子吗？千万别说你有钱，当马航安慰1370失事坠毁的那
我们看了以后一定很有感受，对不对？钱不是万人的，但是我们如何去善用？所以请跟后学念16个字：珍惜拥有，活在当下，爱我所爱，做我当做。这16个字可以帮我们不断的一直提升。我们有没有珍惜我们拥有的？我们有没有活在当下？这个是爱我所爱，先从自爱开始。我们不断的透过的付出，不断的一直提升啊。所以呢，我们再念一句话：只看拥有，大家念；不看没有。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也剩下15分钟就要下课了。他无法言语，坐轮椅，因为他颈部以下都没有感觉。